古早，伫一个盖草地的所在，有一个细细仔囝的庄舍，庄内嘛无几户人家，其中一户是一对老公婆，老猛老，有哪会当抱土豆，身体勇健，有空间，毋是好野人，但是若莫计较，日子犹原是会得过。较无彩的是，拢无半个后生祖囝通和因做伴。因少年的时，捌为着这项代志在操烦。尾啊，岁头渐渐有，头毛嘛豆豆啊参几时啊白的时，归去看破接受。放下了后，颠倒逍遥自在，轻松度日。迄天，因厝呢要香火的茶得要无啊？老阿公早起顿食了，签单和狗仔趖摕咧，趁日头还未盖炎的时，赶紧要去山顶树林内捡寡大茶，转来厝呢通煮饭香烧水。物件款好势，人随着出门。老阿婆徛伫门骹口，看因翁顺时起行了后，越头入厝，桌顶款咧，就甲爱洗的衫裤缀伫大骹桶，要去溪仔边洗衫。门关咧，骹桶没咧，人就为溪仔边去。迄桶去溪仔边的路仔，细条仔尔，讲是细条，嘛无得偌歹行。行无偌久，就听到沙沙叫的水声，搁行一块啊，随着到位。来到溪仔边，阿婆啊伫遮洗衫洗几十年啊，早就有惯势坐的位。溪仔边的石头，啥物形的都有，拄好就是有一块生甲亲像椅头啊，坐着介舒适。逐遍来洗衫，阿婆啊拢坐伫遮。坐好势了后，伊抬头看天，家己闹一句讲：哦，天气真好呢！就开始洗啊。就趁即摆日头当炎，甲衫紧洗咧，到厝才撇打。心内当咧想的时，手嘛无停困，一领裤拄洗好，迄去骹桶，越头要搁摕另外一领来洗的时，目尾去眼到溪仔头迄边有一个圆圆的物件，红花，浮伫水面顶，豆豆啊流往即边来。阿婆啊心内摇疑，水流茶有影是看介济，就捌看过茶红花，迄到底是啥？人就去好闲，衫嘛无搁摕起来洗，工课先放咧，注心去想迄个物件。迄物愈流愈近，形体嘛愈来愈清。阿婆甲看好真。哎哟，当时啊是一粒大粒桃啊，桃啊哪有栽掉生甲遮大粒，惊倒人。迄桃啊，差不多伊双手箍起来遐尼大。甲遐奇，生目睭毋捌看过即款呢。溪仔边水浅搁清，水流平顺，水底的鱼虾水草，拢会当看甲明。毋过伫较洼中的所在，溪底会熊变深，人就无才调搁行过，会渡水。阿婆啊撩入去溪呢，准备要护迄粒桃啊。伊人哪行哪挖溪仔中，行到已经强要无骹路通徛的时，看到桃啊，佮三顿就会为家己面头前流过。毋过若照水势，桃啊会流为溪仔上深的所在，就是人袂徛伫遐。看办势，家己一定护袂着，心内着急，煞开喙大声喊：桃啊，你紧来，来遮，来我遮！
嘛毋知影是天公伯啊有保庇，也是桃仔听有伊的话，迄桃仔改成互吸铁吸过来安尼，豆豆啊流位阿伯啊的身躯边去，阿伯啊就顺顺啊甲桃仔接起来，摸咧，人就为拄则伫洗衫的所在去，惊迄桃仔磕着，佮好咧啊甲桃仔囥伫溪仔边的石坡啊。人就拣一个摕着较舒适的石头边歇喘。人较无遐喘了后，阿伯啊开始研究这粒桃仔。伊看看咧，扫扫咧，佮片片咧。看起来是桃仔，扫起来是桃仔，片起来嘛是桃仔，偏偏啊，就生个遮大粒。衫嘛毋洗啊，洗好诶，甲无洗诶，揽做一伙，拢囥落去骹桶，佮甲桃仔踏去你衫裤顶悬，骹桶摸咧，按算先转去厝呢，等因翁婿转来，才佮做伙参详拍算。来诶路正近，转去诶路共款遐近。就是加一粒3尺悬的大粒桃仔，阿婆骹桶摸咧行，迄粒桃仔佮拄好砸着目睭，头壳就爱起一边，才有才调看路。桃仔盖动，行无偌久就喘屁屁，就佮爱甲骹桶囥落涂骹歇一时啊，才有才调佮继续行一地。沿路安尼歇几若逝。到厝的时，阿婆啊早就喘甲会箍鸡袂分火，规身躯软格格，骹酸手颤，赶紧甲骹桶囥伫门口埕，门开咧，人就随拼伫交椅体咧，心内佮念一句讲：唉，人老真正是袂堪这操。